金麒麟在吗？我是啊。哟，做新莫一了。沈默人，金麒麟的远房表弟，萌系花美男一枚，也是外婆以发达了带着弟弟飞的借口，安插在金麒麟身旁的小卧底。表哥，不是沈默人，什么人？夏夏表弟，基因错位了。这是声控的。来个男的你就动手动脚，女孩家的矜持都跟着大姨妈溜走了。这是雌性对于雄性的本能反应，你懂什么？姐夫，你确定这家伙不是送货送错了？你们家还有韩国血统啊？不都是农村的吗？闺女，韩国第一大姓是什么？朴、第二个，李、我姓什么？金，你是朝鲜的，韩国的。外婆。哎呦，贵生哪里能收这么多呢？啊？我这不是为了咱们家族事业而奋斗吗？牺牲我一个，成千千万对。那就对了，我欢喜婆八面玲珑，口述莲花，察言观色，游说万家的。我妈妈给徐志摩、陆小曼传过情，妈妈的妈妈给光绪珍妃就搭过桥。我妈妈的妈妈的妈妈，那是和珅呐，儿子的八姨太，震惊媒人呐，过过帖子，吃过大席的，怎么能够让在一线的你吃苦呢？对吧？外婆，来点实际的。放心啊，婆婆马上就打钱给你。见面就发钱，外婆真的很棒。사랑해요。哎呦，撒拉嘿呦，默人呐，见我表哥了吗？哎，外婆，那个，稍等一下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单独说两句话啊。外婆，这到底什么人呢？这是什么人呢？你表弟啊？不是外婆，我表弟4岁的时候我不是见过吗？哪里是混血啊？他到底是什么人呢？他就是小国人，他就是混血，从小就混，混来混去，混到最后混的都不知道长得像谁了。混成这样得费一番功夫吧？进了世界10大科研项目。他妈妈的爸爸就是个韩国人，正宗韩国人。他3月大的时候呢，夫人祖归宗了。你那时候小，不知道。不是外婆，那你叫他来干什么呀？等一下，我不打这个。外婆，就你带着他见见世面呢。不是外婆，这太莫名其妙了，我现自身都难呢。你说我能？等一下，哎呀，我运气好的人不跟你说了了。哎，外婆，你打钱了。姐夫，这来者不善呀。不是让我带他见世面吗？我就好好带他见见世面。